的歌，從苦中將得到更多。我也習慣死裏再活過，血與汗永不信會的錯，回憶不多，人生只追趕結果。無論你我路向相距遠或近，我已會你知道你動作，你領會我聽到我。東華善心招遍全港，現在敦請主禮嘉賓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，東華三院主席馬陳家歡女士，第一副主席李玉麟博士太平紳士，第二副主席黃賢志先生，第三副主席陳祖恒先生，第四副主席蔡榮升博士，第五副主席文詠儀小姐。另外有請其他嘉賓：鄧明慧總理、洪若欣總理、歐宇凡總理、馮少雲總理、廖偉倫總理、馬清揚總理、李抗儀總理、楊家成總理、趙儀總理、譚振國總理、韋浩文總理、何猷啟總理、蔡嘉儀總理以及曾慶雲總理一齊陪同進行簡單而隆重嘅亮燈儀式，寓意將東華嘅善心傳遍全香港各區。有請咁多位。香港好在有東華，歡樂滿東華2016現在正式開始。昨天寫企與教育，老幼與社福，貧病亦一一滿足。無望在那天，那有趣故事，那有意偶遇，扶持弱者都可以，全憑着愛心貢獻真美善在，笑多一兩天。出啦，許廷鏗、鄭俊弘啦，咁啊就係歡樂組嘅。至於咧，我哋嗰一組咧，哇犀利，何雁詩、陸永啊，陸永係嘛？好嘅，好，我哋有請係領主代表先，邊兩位？歡樂隊先，幫你籌到幾多錢啊？許廷鏗、鄭俊弘，係咯，籌幾多錢啊？30萬啊！30萬好，開始嚟，預備1、2、3，開始。踩線。咁多年長洲元朗，你真係啊！今次呢個人不過最遠喺呢度，喺地下嘅，第二個，哇！嚟1、2、3 Good morning sir。好勁啊！梳到頭咁高做咩咧？咩人嚟㗎？等我哋示範俾你睇啦！攞，阻住晒！好，我喺香港組嘅何雁詩、陸永。1、2、3 Good morning sir。哇！使唔使咁遠啊？幾知？去到呢度啊？唔知啊！
永，預備，1、2、3，我力，好失禮啊！去到3米，夾埋咯，9米啦。到你哋獻醜啦。好啦，我哋第2組咧就係有何猷溪總理同埋李佳芯2位負責。我哋有譚振國總理同埋阿施君啊。有總理啊？有啊。總理對總理。慢慢嚟啦，係預備。我有清潔組嘅。我呢度準備好未？唔該。最緊要手有力，腰要直啊。1、2、3，坐一坐去。係。啲學生3米，3米。咩總理啊？Sorry Sir 啊，Sorry Sir，由 Good Morning Sir 變咗 Sorry Sir。OK， 好，第2位，好，李佳芯。Good morning sir。一嚟就踩。有冇誇張啲啊？踩界，飛到埋隔離廠啊！踩界啊！呢度冇所謂，9米喎。我哋仲有2個學生，睇我啲學生。睇我啲學生先啦。踩界喎，點得？譚振國總理，總理，好，預備啊！要講官乜嚟？醒定啲啊！太有禮貌啊！扣停，好標準啊！OK，下一位，3米。下一位，好嚟，先靠你嘅施君。Good morning sir。聲大冇貨賣。佢一嗌嘅時候，淨係想行開啲啊！嗰度真氣。1比1打喎。好，最後邊個？師貝同埋黃浩信。我哋有洪天明同埋錢嘉樂。OK，嚟預備。開師貝先。1、2、3。Good morning sir。 4米㗎呢個啊！幾勁喎，都有個4米㗎。好啦，買樓票啊，有圖咧。黃浩信。大家唔講，我出嚟咁噶，Good morning sir，選，哇，咁犀利嘅，轉彎啊，咁樣啊 ，OK，冇所謂，用力轉下佢嘅腳先。睇睇我哋嘅主力隊啊，主力隊啊，係咪？算唔算數啊？哇，跟住我哋嘅洪天明、香港草啊，我之後啊，最後一 pair，國際紀錄保持者，喂，走開啊！ Good morning。
又踩界。哇！佢咁嚟，大家睇個花佬，真係個花佬，粉紅色花佬，快佬飛咗去撞角球區喎，走去嗰度啊！呢個已經真係踢角球嘅位置。 OK， 好，到到我哋大師兄嗱，喂，一家大細靠晒你啊！大師兄咧係做特技嘅，亦都係咧特技公會嘅主席，玩呢啲嘢真係嚇死你。獎咪我冇讀過書嘅喎，冇，你唔識尊重長輩嘅。 Morning， 誒有嘢棘住啊！獻醜不如長絕，冇所謂。為咗東華，為咗籌款，我哋輸一個冷俾你啊！係，你哋贏，你哋贏。係多謝啦，所以我哋贏咗啊！兩個都去到終點啊！去到嗰度，最緊要籌到錢。係，大家又睇得開心。冇錯冇錯。咁所以歡樂隊係捐20萬嘅。 不对的人生命，就像那个教育，也亏亏这么就在我把出邀请，我在以後千年之內，我哋都一啲唔得死，啲真意你，真正並不明，什麼原地能創業，假是正會，把我見到，只要我見到兩隻春眼都正義。 公安也離開，於根身體與殘眼睛，發成羽毛的，用正式手揾個開心人，悄悄打個通笑聲，身體其他特色，讓你同意我嘅聲，我係瀟灑的一個成人的飛。 看背後只要情情理，會分得你自己睇通我多得夠氣，你說我對你是誰？任何一生被自己變成雙腳，我用那硬背，我都不會我的擁抱。谁知道一想你，深夜哭扬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。 年纪大了，大了，多快啊！有种同亲戚那种什么100多块啊，轻轻的，轻轻那个桶轻，可以用很久，我很少，还没尝试到，找了用哦，只是它很轻哦，我借旁边你拿了。这下台不远了，美女下台不遠啦。冇得下台㗎，冇嘅。很多阿公啲幾撚夾先好，冇阿公嗰啲啊，冇得夾㗎，冷阿公啊啲，而家呢個最新呢個阿公啊，要做空嘅啊，看要選啊，你要再下台啊，大選啦，給他下啦，大選啦，你咁搞，你搞唔到啊，最搞把你們領導。